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3月29號，我係 Anna， 同大公子拜山之後，去咗屯門一間點心專門店飲下午茶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係呢間位於屯門市廣場 Upper Ground Floor 嘅名點屋點心專門店。店鋪唔算太大間，座位有啲逼夾，係話點心紙落單嘅。茶位14蚊一位，我哋開咗湖水鮮，都係用茶包嘅。呢個擺隻個祖先嘅貴妃雞都幾好味。48蚊嘅韭黃鮮蝦腸，蝦腸嘅皮呢做得唔夠滑，係比較厚身嘅。鮮蝦呢都好大隻嘅，份量都好多，肉質都好爽彈，味道都好甜味，都好啱配。39蚊嘅鮮蝦蘆筍餃，醬卜卜咁，裏邊有超勁多嘅芫茜，有鮮蝦同埋蘆筍，餃皮好薄，每隻都有隻大蝦，爽彈鮮甜，配咗蘆筍芫茜，味道唔錯。大公子呢就中意食呢個37蚊嘅酥皮叉燒包，面層呢有層菠蘿包嘅脆面，包都幾軟熟。叉燒餡呢就唔算多，但係都幾甜，唔夠熱，新鮮整起會好食啲。都試埋是日推介38蚊嘅蜜汁叉燒飯，叉燒嘅火候控制得唔錯，調味調得啱啱好，肥瘦均勻，有肉味，軟腍好食。兩個人食咗192蚊，免加一。有啲貴，食物嘅質素同味道都 OK， 尚算合理。以下係今日店鋪嘅各款點心小菜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